后来，这个开学上介重要的开学典礼，来看台东高中为着要减少大镇人困住的风险，是用线顶直播的方式，让学生伫个教室同步来收看。同款真谨慎的，也有华联的明义国小，这全校有1400个学生，是东部学生人数上最国小。讲有一个同学，一个入校门，度2届的下头温，拢超过37度半，学校马上甲带到隔离室。加在经过病院确认，这个学生无发烧。377，等下来。校温尽量37度7，老师赶紧带同学到保健室再次确定。做过都没有，暑假都没有出去。这2天有发烧咳嗽吗？同学讲，这2天身体并无爽快，嘛无出国旅游，搁再量一届体温也是超标。375，你再做5分钟。担心真正发烧，赶紧将伊带到隔离室，希望将伊接触其他人的机会降到上低。妈妈已经在路上了，我们会再去请医生确诊。体温若超过37度半，气温超过38度，就算发烧。华联明义国小学生人数1400外个人，是当台湾上多，学校唔敢大意。另外，同款真谨慎的，也有台东高中。每一天一定要落实体温的自主的管理。校长再三叮咛，但重要开学时改用线上直播进行，大家拢伫家己的教室收看，避免全校师生拢集合做伙。疫情一定是会担心的，只是相信学校也做好很好的预防准备。同学嘛拢真详细，甲桌啊椅啊消毒一遍，希望会当阻止疫情发生。